阿松，你记得我们以前是怎么样沟通的吗？唉，当台语消失后，世界就变成这样子了，一片荒芜，毫无生机。飞秀啊，你敢还会记你无波汤的台语安怎讲呢？你敢还会记你拥抱的台语安怎讲呢？你敢还会记你车厢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啊，足久无听到台语啊！那是会使回去迄个时阵就好啊。哎，阿姊，哎，要开始录影啊呢。哎，啊，你是咧喊民谣？上诶，咱下当活伫个讲台语的世界实在是太幸福啊呢！对啊，所以咱一定要好好珍惜台语。请大家进来报名，全家有智慧，斗阵拼台语。